咱就怎样苛刻少年人？咱就怎样看待少年人？耶和华只是少年的人，什么时候爱因行什么？少年人就用什么称替因的所行？少年人就伫大脑方面做信徒的模样。各位亲爱的学生们，在这个即将要开学的礼拜里面，愿透过教会礼拜当中的教读祝福，期盼你们在明天开始的开学里面有好的表现。请注意牧师下面讲的话，好的表现不是说你要考第一名，好的表现不是说你要样样比别人强，但愿你们活出上帝的模样。上帝告诉我们要做光做盐，光不是闹钟，不是要你去看人家的不好，光是可以温暖人家的，光是可以把人家泪水给怎么样蒸发晒干的。盐不是说你要讲话很咸，盐是要调和味道。当同学在吵架的时候，希望你不是那个加盐添醋的人，是那个调和他们的人。希望你成为你的老师、你的同学、你的朋友，还很重要的，你的家人的帮助。不要忘记，爸爸妈妈虽然比你们大，但他们需要你为他们祷告。爸爸妈妈虽然赚钱养你们，但也需要你们怎么样陪伴在他们身边。相信我，牧师也是爸爸妈妈，你们的安慰说，爸爸，我为你祷告，会成为你的爸爸妈妈的祝福。在新的学期的开始里面，教会用一个小小的红包来祝福你们1.6亿。我说道具伤多吼，人讲这个过年期阵咧，互少年人什么话压岁钱嘛吼，这是咱台湾人的压岁，希望安怎岁岁平安嘛。总是咱伫今日新的学业开始，咱用一个小小的礼金，是吗？上帝赐福伫你。互你伫即个学习的年月内底，领受福气平安。当然，这是要为世界民族总是游玩车做主流老师的，伫学校做老师的去哩，听就好。做主流老师的，包括台语、汉语班的嘛是哦吼，已经无伫倒位。有教主流的，新日主流也好，教少年的主流也好，恩家常常嘛是老师嘛，就几落个对吧？伫学校做老师的，做大学教授的嘛是哦。陈老师嘿，对，做国中老师的嘛伫学校内底服务的，做校务的也好，什么话有咧教着囡仔的拢好，请咱去哩。这时阵，声这咱为着这个，无论是细囝伫学习内底，无论音乐老师也是，民政会做老师的也是，在新的学期开始，咱来为伊祈祷，愿主祝福，透过细囝学习做上帝见证。透过上帝兴起的这个老师，无是学校内底的老师，无是教会内底老师，抑或者咱无听起来，伫家庭内底做老师的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，愿上帝祝福你，透过你，成做上帝最好的见证。咱三个来祈祷。最后说，我特别将我这细囝交伫你的手，主耶稣，我们把我们这些宝贝们交在你的手中，愿主你带领保守，在新的学期开始。很多的孩子很烦躁，很多的孩子很忧郁，但是我们要交托在你面前。愿这新的学期是有美好的学习，愿这新的学期里面让他们更多的成长，不管是身量的成长，不管是生命的成长，不管是智慧的成长。愿主你带领保守，让他们在学校里面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好学生。主啊，成为你美好的见证，不是要做到最强最好的，而是成为真实的付出你量给他们的恩赐，活出属于你爱。主也特别将我们所有的在学校、在教会担任老师，还有在家庭担任老师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仰望在你手中。愿主你带领保守，愿主你赐福在他们生命里面，
保守他们，透过他们你量给他们的资本，让他们在他们生命当中里面做那美好的见证。就要说我一遍，将我们所有细囝、所有你所兴起的老师交伫主的手，我主说，伫新的学开始，对起头到结束，你看无不顺；对起头到结束，因领受满满有典；对起头到结束，因活出属于主你内底听甲信仰。基督祈求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搁一个用花声来甲伊祝福，伊生命内底最最有典。这时阵要请咱主流老师来发红包嘛，吼。真少礼拜时，囡仔徛遐济吼。阮红包包的时阵，阮来主导运用一个故事吼。我是之前伫新生的时阵，我有去带台北科技大学的学生，因伫迄个台北东门教会咧聚会，啊，搁迄阵是罗准伊牧师遐办，啊，迄个教会真特别，因伫每个月有一个礼拜吼，早起时吼，礼拜正正是主流学生坐伫遮，主流老师伫下骹讲故事，啊，所有的会员嘛，听老师讲故事，上迄个主流课程。啊，我问讲罗牧师讲，牧师啊，咱遐特别着，我无伫其他教会看过即个代志，讲哦，啊，真啊真爱记。主日哦，毋是细囝叫做主日哦，毋是迄爸爸妈妈吼来去礼拜坐伫遐，啊，所以有人甲你教伊那叫主日哦。主日是啥物话？主日爱学的，代表啥物话？你我拢爱啦，爱学啦。有时阵哦，听主流老师讲迄个圣经故事对无？咱看世界日头哩，咱的孙仔囝日头哩真欢喜快乐，但是嘛是甲咱提醒，是不是咱主日嘛爱学？咱拢是上帝啥物话？学生，咱教他一时，就爱来学上帝的话，吼。虽讲咱无法度从遮细点来听红歌啦，吼，总是甲咱来提醒，咱伫咱遮会喘气的时，拢爱来学，拢是做主的学生，拢是做主上好的学生。也是咱请咱的副校长来介绍啦，吼，我都徛伫遮拄好。看前面哪个看我？不要忘记哦，今天是牧师的旧日礼拜，也是你的旧日礼拜哦。旧日升小班、旧日升中班、旧日升国中、高中都是。就直接就先放就好，然后再下来。好了，我们先看前面好了，看前面，看前面，屏幕前面，看前面对，来，你们要开学应该要很开心，要开心才对，来笑愉快点。好，我们用掌声获选花家，我们鼓励。